台三线行啊都新做关系，几多年前前面都会拍起关系先错哦。不过1月8日关系讲到罗沃怕无人唔知哦，罗沃睇清朝强龙书的，有许多关系代表的，表出的一定大嘅家业，为到爱子孙有好嘅教育环境。1901年，伊能创立的罗沃书院，作为12年能做好哦。也从三炮演示的学堂经过为8年岁月，虽然还是保留啊这么完整，不过也难免乃为流水的也算本厝的主诶。2年前，罗沃子孙罗世良屯投入兵黑，归到罗沃，老神去修整韩国绘画书院，每屯书院的大门打开来，安尼如果有韩国多人看得到，也个书院的建筑有一讲诶，也会有韩国多嘅可能性，使得空太好业。带通地方。风刷刷，你吹过爷爷树，今仔日日头对树拍风，见那下，见那睇萝卜树叶的木当风，韩国用做呢结的家嘅厝，时间已经过嘅一个世纪嘅。如果話你要特別細細上，即係考嘅門係唔夠行落去啊，太歡迎啊！萝卜树院係邊個睇新竹縣關西鎮南山里田中鄉嘅萝卜嘅學堂，也係蘿蔔人嘅老祖先羅炳玉，為到本後代子孫有個好嘅教育環境，用12年一撮一撮慢慢地撮出來嘅。這是一整顆石頭去雕刻的，然後它其實我們都戲稱這裡是4格漫畫，因為它有其實它這一塊當中有4個故事。那分別代表忠孝節義、三祥獻瑞、麒麟、牡丹、鳳凰，它所代表的就是吉祥富貴。那你看到它的旁邊這樣像卷軸一樣這樣拉開，其實拉開的同時吉祥富貴來。水車堵缸上面的這個琴棋書畫，這裡以前身為這是一個私塾的地方，或許前人他們那時候在做的時候，他們就希望這些好的意義跟教化能夠源遠流傳的，在這樣的一個指示裡面，大家都能夠學習到。忠孝節義、琴棋書畫、吉祥富貴，係羅卜嘅老祖公對子孫嘅期望，韓國祝福。弄表睇羅卜書院嘅色調內作當中，唔過也都用心係細細睇太夫人家睇嘅羅世良，從來都冇感覺嘅。一直到佢引來印度西嘅，將底下其他羅卜係一定講嘅。其實我有到台灣各地到處去看不一樣的房子，然後去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那當然從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才慢慢的更深刻體會到，其實自己的家原來是那麼的漂亮。羅卜書院對1901年起到建，雖然有8個年研究嘅，一直以來都有人睇hết，故所還保留到非常嘅完整。不過，自從羅世良嘅阿婆過身，10多年來，書院還得有人出入，等等冇嘅馬來嘅從嘅也來住。印象很深刻，那時候那邊還漏水，然後整片白蟻，整個床、整個地板都毀了，這樣還花了一大筆錢，就覺得有一個人來顧着也好啦。希望書院做得好好嘅保留下來。2年前，羅世良同家嘅廢屍禮過後，就結束嘅特別嘅工作。一連年歸到關西嘅羅卜，開始做發發蘿蔔嘅工作。公司也要升他當主管，然後他自己其實在很掙扎這件事情，然後就覺得自己家明明有一個這麼好的地方，然後其實是有一個舞台的。那我們以前就是因為喜歡這樣的東西，然後家裡明明就有這樣的。為善最樂，積德當先。這在我們這個三合院裡面，這個正門最大的地方，
祖先留了这8个字给我们，啊，让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善与德，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事情。为到要做到罗祖公所讲的善同德也两件事，几多关系的罗师娘本起达3个工作和个愿望。第一个就是传扬善的文化与价值，然后再来就是希望这个发扬客家传统的文化，然后还有第3个当然就希望，透过老屋这样子振兴区域的发展。罗布书院也做大堂目，无论对本地人也是外地人来讲，拢是同上所的素材。古时候罗师娘回到罗屋，最先的就是先打开书院的大门，同时嘛开放的部分的房屋，本人客来吃，来体验罗古时代的人是用的过日的，书业就留来长罗屋。我们住的是左侧，但是要上厕所就要绕一个么字形到另外一边，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好吧，那睡觉前先上完洗手间，然后晚上就是要上厕所的时候记得要结伴，仿佛好像是穿越时空的那种感觉。就用的东西都是古时候，还有就是一些这边是强调客家的风格嘛。无通风晒皮骨，睇皮骨底部的热辣米。就是很记得的家乡味，就有想起小时候的感觉。小时候，因为家里也是在乡下，所以其实就还蛮熟悉这样的场景的，而且就是有一种阳光的味道，很舒服的感觉。就是要珍贵有人味、熟悉的素材。罗师娘希望书院不是伊个想为完成梦想。就做得来呀，这笔发挥的素材。以这个房子来讲的话，它有很漂亮的石雕木雕泥塑。其实我们就希望它成为一个平台，成为一个公共的一个空间，大家可能来欣赏音乐，然后品尝特色的客家美食料理，甚至我们透过轻旅行的串联，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不只是来到这里，甚至来到客家庄，来到客家聚落。甚至我们现在讲的台3线整个浪漫大道，我们大家一起来到这边来享受客家客庄恬静悠闲的自然生活。Yeah, hello, yeah. Someone will. It's okay. What do you have? Nhà nhiệt hay như là kỷ niệm年的最美一日，下晝2點，書院來2個外國人。伊咧係對法國來嘅台灣嘅西郎 Frosa， 佢講台話係對英國來嘅 Clive。今年基本日要睇書院免費演奏跨年嘅音樂會。And it's one speaker? Two speakers. I want to say set one over there, one over there, so the sound will. Yeah. Okay. 因你們大家就見睇到影響嘅設備，完全就冇發現唔同嘅問題。You can join. You could join in. 設備安好嘅，沙地也2個外國人就開始聽到怪怪嘅音樂嘅。因为他们做的音乐其实有点实验性音乐，就是怎么说？等一下你们可以听听看，有蛮实验性的音乐。所以他自己其实也在找舞台，对不对？就是对。而且其实我先生他也本身也喜欢老房子，所以其实如果说为什么会到这边来表演，我觉得可能老房子也是一个，不知道可能让我们就是让我们跟这个地方会碰到一起的一个因素吧。Tonight, one of my friend, he probably will bring his own guitar, and they probably play with you. Okay. Yeah, together play with you. It's okay. Just have fun, you know. 罗浮峰的舞堂不但就是一个材料、胶、韩国晒东西的素材，要做马嘅农做得，经过100年的时间。马嘅怪事冇度過，古時候教音樂嘅外國人客家嘅老伯妹，
睇啲那下巴圖嘅新人呢，都腔下也格嘅多。雖然無通投錢，演奏嘅音樂係現代嘅，本人想到嘅實係路頭擺嘅事情。感覺好像就是在那種鄉下，不知道，這會讓我想到小時候，就是在外婆家，大家在這個應該怎麼講前院，然後夏天的晚上，這樣大家這邊玩，有小孩子玩，然後有音樂那種感覺。就想的是外婆，聽的是很跳動的音樂。對對對，不知道這邊人對。音樂行喺彩棚，參觀羅浮書院體驗生活四里行嘅人客已經到位。羅師娘又趕緊拿起麥鼓，帶領大家進行進修嘅。首先呢，非常歡迎各位來到羅浮書院哈。那個，我是羅世龍。羅浮書院這是這幾年文史工作者給的一個稱號哈。那它以前其實是我們羅家的私塾，然後這房子大概是1900幾年蓋的啊，它這個房子是1900幾年蓋，所以從那蓋了10幾年，所以蓋到現在差不多就是超過100年這樣子，就是有要作為私塾學堂這樣的一個功能，所以它的這些文化的圖騰跟意象的東西又特別豐富，所以這個也100年啦。對對對，哇，好厲害。對。同我嘅道來往，伴下那度嘅人入到書院來，進一步嘅發揮。帶動地方發展的效果，係羅師娘經常會做嘅。地方人嘛頭茫茫嘅，學校韓國機關團體講到會參加嘛簽聽。不過我知道，羅家書院基本上是算100年書院，又有按完整的客家3合院。我知道它可以做比較高檔的，做一個比較精緻化的方式去經營，來吸引一些所謂比較外地的觀光客。但是外地觀光客，然後也相對嚟講會帶動管家整個觀光的事業。我3年前有做過整個新竹縣的觀光資源的調查，那我第一眼看到這個老屋的時候，我就真的是讓我很驚豔，然後我就愛上它，我就覺得說，天啊，我一定要把這個這麼棒的隱藏的這個景點，然後分享給我們喜歡小旅行的朋友。同樣喺新中人的祈禱中參加嘅也擺4里行。張迪啊，人類關係還有按呢所在。其實以過去10年當中，我來這邊打球，1年大概經過關係不下20次，對不對？但是我未曾停留在這些小地那個什麼書院啊、古街這些地方。對，有時候很容易的，就是說車子開了就過去了。所以好吃嗎？客家菜好吃嗎？讚。然下欣賞過羅建築嘅獎，是各位客家嘅美食，都滿足嘅離開嘅。羅師娘沙漢無意思漢，幾多家鄉比頭擺無限家多嘅，廚藝沙減少一點多，問佢講會多了麼？會不會後悔？後悔？不會啊！如果再一次，我還是會這樣做。對啊，有什麼好後悔的？你高一點啦。講到張圖社後2年前，韓國幼稚園中班嘅賴耶妹嘢，佢睇一下太戲講。雖然呢，韓東嘅阿爸做盤，做安尼嘅家庭係佢最大嘅傻，韓國唔盼得。所以我有時候只要一有空，太想孩子，我就跳上車就直接就回台北，然後再回來這樣子。孩子因為這樣子，其實或許也是一種學習獨立的方式吧。對啊，那我們當然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時光。對啊，那所以我常常去抱抱我的孩子，對啊，那個真的是一個，對啊，就是很甜美的事情。那以前是反正覺得天天看得到，然後就花比較多時間在自己身上。可是現在就覺得，很少看到小朋友，然後這段時間他就比較願意花時間在小朋友身上。我覺得其實對大家都還蠻正向的。羅師娘真感謝有不卡人的支持，任采琪愛鼓來就鼓來，做佢想愛做嘅韓國完成夢想。伊咧無人喺咧羅書院，因為後台很鼓來，旅行嘅人以為落腳嘅所在，同時無共樣嘅音樂，又有嘅表演嘅舞台。睇羅浮房又再個有人出入，以為受傷。羅書院又再個有為新嘅故事，做得繼續睇台三線。有人講定下去。